台语散文，怀念的报音员。钞票仔旧有一粒圆圆的肉饼面，面孔小可朴整，皮肤白白白，细细蕊的单纯目睭，淡薄仔骚声的声腔，亲切的笑容，甲好斗阵的态度，互伊的电台节目甲主持的暗会，大大受到中南部乡亲父老的欢迎。钞票仔旧真有才情，嘛真够写文章，捌办过一本杂志，号做啥物名我无啥会记得，可能是友情的心声迄类的名。杂志内底会小解一寡歌手的新歌，嘛会牵一寡明星的动向。册底阁有迄种互人会当交笔友的通信。较早无电脑的时代，真侪人用写批来交笔友，迄当时真时行。我印象上深的一件代志，就是钞票仔旧真爱伫杂志的编辑栏迄边画红仔图，顶头定定画一个五仁搁笑开的小丑仔面，有细粒鼻仔甲细蕊目睭，搁踮规粒仔好身屎伫面顶，代表伊的签名。我一直认为伊是一个真囡仔性的人，毋过伊的快乐，哪像是被伊的理想所埋葬啊！伊捌对我一个囡仔讲起伊的理想，随望10几岁的我，当初实在听甲雾煞煞。豆豆仔大汉了后，我开始看有伊咧拍拼的代志。嘛看到伊所想要做的事业，一项一项失败，伊梦想的城堡一座一座坍去，理想甲现实的极端冲突，可能就是伊一生的缩影啦。拜一到拜五，每日下昼1点。只要拍开radio，调整到国声广播公司 AM810千赫，就会使听到费玉清演唱的华语老歌《我在你左右》。钞票仔旧将这首歌摕来当作伊电台节目友情的旋律的片头曲。把我们的悲哀送走，送到小桥头，让和风轻吹走我们的烦忧，蓝天高高好气候，山有名水有秀，把悲哀送走，把一切丢在脑后，我在你左右。这首歌就是这阵，我嘛阁有才调，还甲一字拢袂落够，可见迄当时偌尼流行诶。刷落去，钞票仔旧就会使直喉，用伊淡薄仔骚声诶声音，刷喙来讲：各位亲爱诶听众朋友，大家午安，大家好，欢迎大家伫每礼拜一到拜五下昼1点。准时收听林钞票主持的友情的旋律。